第6课款节酒。阿咪嫂，恭喜你新求公子嘞，做阿婆嘞哦。我来输等扣钱，今年扣下来款节酒。今年阮做头家，恭喜哦！我要来去南亚金孙嘞。阿勇爸唔好，我头先有听到唔同阿妹啲嘅讲款节酒，嘅系做乜嘅？啲萝卜嘅12只装頭，正一般款节酒，係流傳嘅8公年嘅風俗。講到西來嘅，就補上補下本特沙啲。食滿月鳳鸞，拜神創牙，係安樣哦。阿咪嫂，也下講西來嘅，也係西妹嘅，都係特特歡喜嘅。冇唔錯，俗話講，姜嘅歌結酒香，姜唔過是地病。頭擺富人家姜子真危險，那係讀到南山，連命都會冇得，係順山。經濟好嘅家庭，就會啲富人家做嘢嘅時節，用結酒留佢補身。還會款一隻伺候嘅結果嘅，同一罐酒，去入住屋卡出身。祈求三界也保護我愛，平安順遂，夾夾太。我還記得，老一輩人交代，佢拜爺過後，愛留下來。嚴時督督煮煮啊，做結酒伴鄉親分享。唔過入住要同結頭、結師傅、結腳、結一甲，篤起來本主人帶轉去，接送一罐水同2粒柑嘅，表示吉利。也結嘅4部分，按照按到4點金。代表規則結，肉請人食，骨頭留本切家。就像莊下人嘅順口，同最好嘅菜送人，較濟嘅留本切家食同樣。也下唔管係講西來嘅、西妹嘅，都做得參加款結酒。我哋咧，阿妹，款結酒就係一種報喜、感恩、分享嘅文化。你今年搶下來款結酒。